六祖坛经宗报，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漏读字、误读字、破音字、未变音字的字音，请先自行对照《大藏经》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等待版再更新之。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坐禅第五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原不探心，亦不探境，亦不是不动。若言看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境，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复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看境，却生境妄，妄无处所，看者是妄，境无形相，却立境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境缚。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看心看境，即障道也。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静自定，只为见静思静即乱。若见诸静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谓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笑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坐禅第五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原不探心，亦不探静，亦不是不动。若言看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静，人性本静，由妄念故，盖复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看静，却生静妄，妄无处所，看者是妄，静无形相，却立静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静缚。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看心看静，即障道也。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静自定，只为见静思静即乱。若见诸静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谓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六祖坛经宗宝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漏读字误读字破音字未变音字字音，请先自行对照大藏经第2008经更正，等再版再更新之。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2001时，坐禅第5。六祖坛经宗宝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漏读字误读字破音字未变音字字音，请先自行对照大藏经第2008经更正，等再版再更新之。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笑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坐禅第五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原不探心，亦不探静，亦不是不动。若言看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静，人性本静，由妄念故，盖复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
起心看境，却生境妄，妄无处所，看者是妄，境无形相，却立境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境缚。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看心看境，即障道也。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作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作；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静自定，只为见静思静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谓禅定。菩萨戒经云：我学者研究结果，认为应该是戒字。本源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六祖坛经宗宝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漏读字误读字破音字未变音字字音，请先自行对照大藏经第2008经更正。等再版再更新之。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坐禅第5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境，亦不是不动。若言看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境，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复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看境，却生境妄，妄无处所，看者是妄。境无形相，却立境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境缚。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看心看境，即障道也。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静自定，只为见静思静即乱。若见诸静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谓禅定。菩萨戒经云：我学者研究结果认为应该是戒字，本源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六祖坛经宗宝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漏读字、误读字、破音字、未变音字、字音，请先自行对照《大藏经》第2008经更正。等再版再更新之。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坐禅第5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原不探心，亦不探静，亦不是不动。若言看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静，人性本静，由妄念故，盖复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看静，却生静妄，妄无处所，看者是妄。静无形相，却立静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静复。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看心看境，即障道也。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静自定，只为见静思静即乱。若见诸静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谓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